这支影片我要来讲我在台湾被骂丑女了，我被骂丑女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去死吧你这些人！我要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你给我去地狱！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，禽兽不如！你竟敢骂我是找死吗你啊！我真的受不了了！以为我会这样演吗？怎么可能啊？他说丑女耶，丑女，至少他有做功课，他知道我是女生耶，掌声鼓励给他。我真的很感动，酸民竟然有做功课，他知道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女生哎，这件事情有多难得？这种酸民他真的是优质，我要颁一个酸民奖给他。要当酸民的人呢，请向他学习好吗？可是我是不是讲话有点没头没尾？事情是这样子，我呢收到了公关品，一般都会帮他们拍照片发到 IG 的现实动态，然后就有酸民来回应那一则动态说，你这个丑女通常呢很少会去看观众的反应。像观众的留言呢，几乎我完全没有看。我自己的立场是，我拍影片我不需要观众的意见，我不希望观众的想法跟观众的喜好会影响到我的创作。除非呢，就是有我的经纪人截图给我看说，机器后面的男人又被说什么什么了，他现在变得很猖狂。可是这不是重点，私讯呢我还是会看一下，因为工作的接下通常是从私讯那边进来的。然后有时候我的经纪人比较忙，怕他漏掉，我就进去帮忙看现实动态的回应，他会直接点示在私讯那边。所以我就看到这一则骂我丑女的回应，然后我当下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直接骂我的留言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很感动，很想哭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非常怀念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白白浪费了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对我有价值。最近有在看我的影片的人呢，应该就会知道我最近呢很想要冲 IG 的关注，因为 IG 的关注数字高的话，感觉可以接很多图文的业配。我的业配感觉很轻松啊，而且要赚这种钱。每次拍影片很累好吗？我要在 IG 上做很多互动才可以把数字拉高，所以我就把那个人骂我的画面截图放到 IG 的限动，把他的照片跟他的名字打马赛克，然后就说在他的认知当中我是女生耶，很好很棒，至少有做功课，请继续不要放弃。然后就有好几个人回应那一则，干嘛把他的照片打马赛克？为什么不把他的照片亮起来？为什么不把他的照片给大家看，大家就可以去肉搜去骂他？这一点就是让我选择来拍这支影片的原因。那一些要求我公开酸民的资料好让你们去肉搜的人呢，给我听好了，酸民用恶意的语言攻击我，然后我让别人去言语霸凌他，那我跟酸民有什么区别？别人霸凌我们以霸凌的方式霸凌回去，那我跟霸凌我的人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我就会变成霸凌的一环，我就会变成霸凌制造者。如果别人回复酸民的方式就是霸凌回去的话，那是别人的选择，我不会干涉。这种方式很有可能是非常爽快，可是不要把它当成常态。我个人呢其实非常少，尽量不要用言语霸凌以及攻击酸民。我以前就会对霸凌我的人用霸凌的方式霸凌回去，可是后来当我发现我用的方式其实跟霸凌我的人一模一样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没有脸也没有勇气说自己是反霸凌的人。别人的攻击，别人的霸凌，别人的歧视，其实我们都控制不了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解读跟使用那个东西。所以酸民攻击我，我就拿来当我的流量，我操作它，透过这个方式赚钱，我就打平了。所以有没有听懂我这个故事的重点？重点就是赶紧给我去关注我的 IG Elizabeth Lin， 还有我的 FB YT Elizabeth 娘娘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这样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